水厂供水启用循环再利用。台南市安平再生水厂正式启用，总建设经费大约41亿。甘平区分为再生水厂、环保中心、输水管线等等，伫第一期通水会当供应1万吨的再生水，予人口使用。这个安平再生水，事实上是在这几年里面，我们很快速的完成，而且能够直接用最好的这个再生水品质提供给产业用水。安平再生水厂的处理流程采用2阶段 RO 处理，确保水质符合高科技产业先进制停用水标准。另外，因应台南市水情接紧，中央下定伫4月底扩大供水到2万吨。我们会依照水情、气候还有产业需求，我们会来修正我们的，用最客观的条件来修正我们的相关计划。所以也就是预计我们会未来还会再继续扩大推动再生水的一个建设。那另外也将水资源的一个调度的一个备援能力，我们要想办法再让它提升。安平再生水厂全期预定伫113年来完工，到时产水规模将扩大到23万吨以上的再生水。而除了永康、安平2座再生水厂，正伫咧施工当中的仁德厂也有计伫明年底来完成。未来3座再生水厂加起来，上侪会当供应6万吨以上的再生水，作为产业用水，对创造产业立基有正面的作用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